中央社记者黄自强新加坡24日专电，台湾蔬果如何赴海外市场销售？新加坡业者郭廷水说，台湾蔬果有竞争优势，要注重市场导向，特别是生产、销售与物流一体化流程，而非盲目生产，种了东西才找市场。多年来与台湾农产品有业务往来的新加坡国际食品集团主席郭廷水今天向中央社记者表示，新加坡是货物进出东南亚的重要枢纽，台新两国可以合作建立或核准的农场鉴定机制，让优质蔬果随时出口到新加坡市场。他认为，诸如台中、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等农业大县，可考虑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不仅贴近本地商家，深入了解消费习惯，与食品业者或超市建立制度化联络管道，再辐射发展到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周边国家。郭廷水受访表示，台湾农特产品要推广到东南亚国家销售，当务之急是要以市场为导向，知道自己的市场在哪里。内销以外，最适合销售的地方就是新加坡，主要原因在于新加坡消费力强，品质要求高，又没有农业，食物全仰赖进口，对台湾农产品非常熟悉。郭廷水认为，台湾如欲外销质量俱佳的蔬果，要了解市场需求及畅销的产品，因时因地制宜，栽种不同蔬果，绝对不是种了什么东西才来找市场。郭廷水以多年与台湾的业务往来经验来说，认为台湾对市场操作性不佳，欠缺整体发展策略，有时高丽菜生产过剩，价格低落，有时却非常昂贵，价格起伏很大，让台湾蔬果有形无势，沦为没有价格的市场，这样的农业是不会赚钱的。他说，做农业的人一年四季都一定有固定销售管道，价格才会高。台湾各县市虽然相继赴海外促销蔬果，但不乏以季节性因素居多，也就是生产过剩才赴海外找市场的一次性交易。郭廷水认为，一旦交易完成，后续作业就好像放烟火一样无影踪，这就是没人在做市场分工。因此，做食品的人一定要有一套管理方法与长远的思维。另外，台湾第一线务农的人有务农专业，却不擅长行销与市场操作机制，导致农民吃亏。他以欧洲普遍运作的从产地以诸如300或500公克小包的包装模式，直接从产地运抵新加坡等海外市场销售，就能减少运送过程中再分装的人力成本与降低产品损耗比率。对于台湾蔬果在新加坡等东南亚海外市场行销，郭廷水说，台湾不妨利用知名主厨在新加坡餐馆介绍如何烹煮台湾蔬果，或出版台湾蔬果食谱，这对推销绝对有正向的利多。他说，台湾各县市也可以派代表在新加坡长期搜集并汇整市场资讯，让第一线农民掌握第一手资讯，了解何种蔬果在什么时节符合海外市场需求，这才是有计划的生产模式。编辑：郭忠汉，108-0224。